大家好，今日想講下改變身體嘅隱形力量，究竟係微生物、細菌或者係微情緒令到人生病，邊種先係身體嘅主人呢？咁其實要考慮下觀外同觀內，眼見與眼不見嘅分別，究竟係應該身不由己，身體責任外判，抑或係身體係自己嘅呢？咁今集其實講下一個產後感染。咩叫產後感染呢？即係孕婦生完 BB 咧，下身個傷口感染，喺古代就好多時引致死亡嘅。咁講返1840年代嗰陣時嘅醫生咧，叫做眼不見為乾淨，就見唔到微生物，因為嗰陣時啲顯微鏡見到細菌啲知識，暫時都未認真發現嘅。咁就係變咗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其實嗰陣時咧，喺歐洲啲醫生咧，如果喺一個教學醫院咧，醫生又負責研究，喺解剖室就研究感染後產婦死亡嘅遺體。佢哋之後咧就冇洗手，就去幫臨床孕婦接生嘅。咁當時咧就冇人知道醫生嘅雙手咧可能帶住見唔到嘅微生物。咁即係話咧，有時咧醫生好落力研究一啲新嘅嘢咧，可能帶咗啲病毒細菌俾病人。咁當時咧就係好多人認為咧就係其實個病死嘅原因咧就係個病人感染死亡，冇人諗過一個可能性就係來自醫生嗰個雙手帶嗰啲細菌。咁之後有醫生做一個簡單嘅實驗咧，先洗手用漂白水消毒，再接觸產婦咧，結果產後死亡率咧就明顯下降嘅。咁就開始有科學證據出現啦。嗱，呢個係一個圖表咧，就講緊一個醫生，佢喺1861年咧就作咗本書叫《產婦感染嗰個病嘅原因同埋點樣預防》。佢又講咗啲證據。佢又講緊咧就係喺1823年咧，維也納總醫院呢一間大嘅教學醫院咧，就開始進行病理解剖，就睇下啲孕婦點解會死亡。咁做咗呢個研究解剖之後咧，醫院內嗰啲產婦死亡率就急劇增加。咁兩者咧，正下呢位醫生就發覺有關聯嘅。咁佢於是喺1847年咧開始要求啲醫生用漂白水、漂白粉洗手。咁做咗呢個動作咧，產後感染死亡嘅病人咧又大幅減少。咁而另外一間叫都柏林嘅婦產科醫院咧，黑色呢條線咧，深藍色呢條線咧，佢就冇做呢個死後解剖，因為佢係只係一個普通嘅社區醫院啫。咁反為佢冇做死後解剖咧，嗰啲孕婦死亡率就大致上冇變化。有時變咗喺嗰個教學醫院咧，因為做多咗步驟咧，喺呢個病例裏邊咧就發覺引起一個問題。咁呢啲證據咧，當時嘅醫生就好多時唔相信嘅，因為每個醫生有個習慣，舊有觀念咧就唔信呢啲新嘅科學數據證據。直到之後咧，顯微鏡就改變咗個世界啦，因為顯微鏡咧，人類終於睇到啲細菌。咁逐漸咧就係洗手消毒成為醫療標準，不過亦都要經過幾十年咁長，人們終於知道咧，有時睇唔到嘅嘢咧就會令人生病嘅。咁呢個產後感染嘅悲劇咧，其實咧就去到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開始發明抗生素，先逐漸有一個積極治療嘅方法。咁不過呢種產後悲劇咧都維持咗好多年。咁因為有時咧唔單止係過去
其實現代嘅醫生一樣係每人有個慣性嘅。咁當有證據講話唔應該咁做咧，有時因為嗰個醫療步驟咧就變咗一個社會習俗，一個醫療信心嘅儀式咧，有時變咗咧喺個社會仍然做嘅，病者仍然要求做嗰啲方法，醫生亦都繼續供給，變咗咧其實就喺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啲其實冇益嘅治療方法流行嘅。咁現代醫學咧就其實一個係叫冠心病美容手術咧，其實已經流行咗好耐㗎啦。我之前有幾集都講過嘅，你各位可以有興趣去睇翻嗰啲。嗱，咁點解醫生會有時唔用證據為依歸咧？因為就係一個社會習俗嗰個儀式信心，人咧好多時因為焦慮而作出嘅選擇，信心寄情於物件嘅。100年前一位物理學家保朗克講過，科學嘅進步係一場又一場嘅葬禮推動嘅，即係個意思咧，個描述就係有時進步咧係一就係可能死好多人，第二咧就係或者個科學家呢個情況就係一啲守舊嘅醫生咧死亡咗，而新嘅一批醫生後生嘅接手咧，又或者可能會採用一個新嘅信念方法。不過大前提就係要嗰個社會制度獎勵新嘅醫生去採用一個新嘅思維方式。咁今日咧又有一種睇唔到嘅力量，令到病人生病。其實人生最大敵人咧係自己個潛意識。其實病魔咧大致上嘅科學證據咧就係來自自己個心魔，一個保護習慣嘅認知盲點偏見產生嘅無意識嘅微情緒，而呢啲微情緒一路推動咧，就令到病人啲細胞一路病嘅變化，亦都有時令到醫生病人咧推動咗一啲行動去希望醫嗰個病。咁呢個微情緒咧有一個學術嘅名稱叫 micro stress， 即係微壓力。其實就好多人都睇唔到嘅。大致上呢個概念咧係一個比較新研究嘅現象咧。大部分人喺個社會習俗咧、社會文化習慣就習以為正常，其實就麻木咗。大致上又引致現代人咧好多長期身體病。呢啲微情緒、微壓力咧嘅隱形破壞力量咧，其實大致上咧係來自嗰個認知偏向嘅。咁認知偏見咧有兩種，一種係先天嘅大腦認知偏向。因為個腦袋咧，其實就有啲自動諗嘢方式嘅，譬如記得最近又唔記得以前啦，咁呢啲係一個正常人嗰啲諗嘢方式。咁有時入咗個舒適圈 comfort zone 咧，又唔想變，於是正常人咧，唯一令到佢變咧，大致上就係負面情緒驅動嘅。咁因為正常人咧就習慣保護自己嘅習慣，一般人咧就其實就算講，譬如話身體健康上進心咧，其實佢係將個信心擺喺做眼見嘅物質行為動作、食療補品咧，就冇諗過自己嗰個思想要上進心，即係框外思維 think outside the box。咁兩種偏見，一種係先天大腦認知偏向，一種係後天學習翻嚟嘅分類認知偏向。因為我哋一個社會咧，有個社會角色。同人社交咧，通常社交嗰個身份證咧，通常就係我哋一定講埋佢個職業。我做邊行啊？一個係社會溝通，去見一啲陌生人咧。你貴姓名啊？你做邊行啊？呢個係差唔多係例行嗰個人類公事嚟嘅。咁職業咧，就令到好多人有個身份認知偏向。咁而如果係醫生幫別人個身體醫病咧，又有個身體嘅身份證。將身體就變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咧，就冇諗台前身體病，幕後嗰個主腦原因，其實就係自己個神經信號。呢個有
少少變咗係一個叫職業病，有個學術名稱叫專業變形 （deformation professionale），一個法文嘅名詞咧，就係講緊專業人士咧，通常係戴有色眼鏡睇事情嘅。咁呢啲係成年人嘅第一生命，就係因為人人有習慣咧，習慣就變咗一個隱形嘅病，一個上癮嗰個癮嚟嘅。而社會亦都鼓勵咧，好多人上癮咧，先會喺每一個人類嘅物質社會嗰度創造一啲新嘅知識。不過咧，對外創造新嘅知識咧，有時對於自己身體咧，有時變咗反效果。呢個就靠自己每人係學習點樣修心養性，提升自己個認知，就唔會喺嗰個創造社會物質成功之餘咧，就暗中破壞自己身體都唔知道。咁呢個係自動負面思維，一個保護嘅心態。心理學有個名詞咧叫 ANT（Automatic Negative Thoughts），咁呢啲係自動負面思維，其實所有人都會嘅。整下呢啲變咗係暗中破壞自己身體。嗱，呢啲潛意識、無意識壓力咧，其實咧逐漸啲科學研究就知道，其實瞓着覺都可以有潛意識壓力嘅，啲細胞一樣可以喺度暗中燃燒，自己都唔知嘅。雖然個人表面就覺得冇嘢。一個學術名稱咧叫無意識嘅持續性認知 （unconscious cognitive perseverance）。咁其實呢啲無意識嘅認知咧，大致上控制咗每一個人嗰個細胞行為嘅。因為大部分人咧就係日常生活就係機械人，佢以為擘大眼做緊事情清醒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個潛意識控制咗個人嗰個動作同思想嘅。咁呢啲潛意識咧，而家開始逐漸知道咧，其實就會引致癌症嘅，或者令到癌症擴散嘅。不過喺個社會，如果係唯物主義，淨係用物質嗰個制度諗嘢方式咧，咁呢啲就唔會變為一個公共健康嗰個知識，因為公共健康知識咧，一般就唔會考慮每一個人嗰個認知健康嘅，就反為希望好多人咧就認知疾病點樣去處理，或者點樣被別人處理。咁呢啲咧其實係潛意識個 cognition 咧，創造自己細胞變化。一個學術名叫 autopoiesis。其實變咗咧就係，所以就係一個社交局部認知偏向咧，就產生微情緒壓力，就引致生病，譬如血壓高、糖尿病、生癌症。咁當如果一個人有癌症咧，佢因為呢個癌症嘅局部認知知識咧，就會加劇嗰個情緒壓力咧。其實暗中擴散嘅癌症咧，就整下就更加依賴更多藥物或者更加強嘅藥量先可以控制到嗰個癌症。咁變咗其實咧，一個人如果係生癌死亡咧，究竟佢係因為佢個靈魂僵化，佢未有靈活變通佢嗰個微情緒引致死亡，抑或係藥石無靈引致死亡咧？又係一個眼見同眼不見嘅分別啦。眼見就係佢用藥唔好死亡，眼不見就係其實就係當事人嗰個微情緒而醫生。咁繼續講下啦，有時變咗我哋一個專業盲點咧，專業幫人咧就人哋負面就佢先會揾人幫手，於是專業通常係講負面嘢，就會過濾咗其他正面嘅資訊嘅。變咗有個學術名詞叫職業性偏見，一種認知偏差。專業就用某一個角度去諗事情，正如心理學家馬斯洛講過咧，如果你得一個錘咧，覺得咩問題都似係釘嘅，想試下揼落去睇下得唔得？咁一個例子我之前講過就係冠心病美容手術啦。人與人溝通咧就會產生一種情緒能量嘅，呢個就係可以係產生一個潛意識壓力嗰個來源啦。譬如果醫生話你需要食呢個藥先可以減低未來風險，咁如果有啲病人咧就會覺得暗示就係，咦，即係唔食藥就會有問題啦咁樣。呢個當然每個人個思維方式啦。另外一種就係有時醫生心急，覺得度數未達標咧，
有時就希望病人要食藥，就開始有個焦慮表情。問題達唔達標咧，其實都係一個人類嗰個醫學定義角度嘅。其實每個人個身體咧，需唔需要達標咧，其實就應該個個病人背景各自考慮嘅。不過有時醫生如果係比較上係要一個團隊辦事方式咧，就跟住要達標咧，就變咗有時用一啲字眼咧，就會令到病人產生情緒，可能要加藥先可以達到嗰個公共衛生標準，或者有時醫生講話，呢個病你唔使太過擔心嘅，其實即係暗示你應該擔心，不過唔好太擔心。或者一個腰背痛病人，醫生講嗱，我俾藥你舒緩壓力啦，咁樣舒緩痛楚。呢個又可能暗示咗你永遠有壓力，永遠有痛楚。咁變咗咧，有時醫生就唔一定係一個焦慮表情俾病人壓力，可能係一個好和藹可親嘅表情。不過咧，有時嗰個講嘢嗰個內容同埋語氣方式咧，有時用咗以物質去溺愛病人，咁有時變咗係支持培養嗰個人性弱點，依賴要食藥，就未有認真討論，未認真用時間去討論正面健康嘅知識，譬如一啲數據應該用咩情緒心態去解讀㗎，或者又唔會講，一般就係唔會講嘅就係腦神經製造藥物，呢個又變咗現代一個科學事實嘅。不過喺用藥嗰個行業咧，有時呢啲變咗就唔講唔存在。嗱，譬如世界衛生組織喺佢個網頁咧裏邊講緊糖尿病咧，就係糖尿病係一種慢性代謝性疾病，特徵係血糖升高，長期下來會導致心臟、血管、眼睛、腎臟、神經器官等受到嚴重傷害損害。嗱，其實公共健康教育咧，通常就只會講一種可能性，就係惡化嘅可能性。咁講下病人如果係頭腦比較簡單接收嘅咧，變咗引致佢一念地獄。呢啲係潛移默化，逐漸咧就令到每人嗰個記憶咧就邁向某個方向。其實我之前有一集003就講過咧，一啲數據研究係哈佛大學教授做嘅咧，就係當病人標籤佢係糖尿病前期咧，被標籤嘅人咧，即刻就首先喺個醫學上變為病人啦。雖然佢未病嘅係前期病，佢哋會嗰個集體嚟講咧，個血糖係會逐漸升高嘅，即係話一標籤咧，有時會引致心想事成嘅，呢個係一個科學事實。嗱，咁變咗有時咧就係物極必反，即係話有時我哋睇唔到啲壓力反應，因為咧大致上就係睇顯微鏡睇到微生物就眼見為實，咁微情緒咧大致上唔去諗咧就眼不見為乾淨。其實近年嘅溝通開始知道咧，持續嘅微小壓力、負面溝通、心理社會因素咧，就引致一個 nocebo effect，可以話一個詛咒效應。通過心理神經免疫信號系統咧，實質上令到細胞加速發炎變壞嘅。咁2016年咧有篇醫學文獻講緊就係話，佢嗰個研究發現咧，醫生嘅語言同非語言溝通咧，含有許多無意中嘅負面暗示。譬如係有時個藥可能有眼瞓作用，雖然個機會率好細，不過有時醫生就例牌標籤咗喺嗰個藥袋嗰個封面裏邊咧，咁一啲病人佢唔察覺咧，就以為隻藥係一定會引致眼瞓，佢又唔明嗰個溝通嗰個技巧嗰個規則咧，咁或者有時病人咧就係見到個醫生嘅表情咧，就自動擔心，咁呢啲反安慰劑效應咧，其實真係令到病情加重或者產生副作用，康復都會變得慢咗。咁所以點樣溝通咧，其實係一個
係咪引致一個微壓力、微情緒嗰個效果啦？咁其實現代嗰個科學證據證實咧，腦神經信號製藥物咧係一個科學事實，即係口令係等於條命，口頭指令咧就會令到病會產生變化，因為個腦電波就控制身體製造物質嘅。咁呢啲知識咧，暫時喺嗰個助人醫學幫助人用眼見藥物嗰個社會傳統習慣咧，呢啲變咗就唔係一般人理解或者一般人知道嘅事情，亦都病人就冇呢方面嘅知情權，知道呢方面嘅證據。咁其實古人咧一啲經文就話咧，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係靠神口裏說出來的一切說話。咁咧佛經有講過叫正語八正道，咁即係話引申現代嘅病咧，人活着不是單靠藥物，係靠神經信號系統主導口裏講出嚟嘅一切說話，就會啟動嗰個認知心理神經免疫系統，製造藥物或者製造毒藥俾自己。咁病人有時會問：醫生，究竟我個病嚴唔嚴重啊？咁樣病人咧，佢知識認知未夠咧，就將個心情控制權就交俾醫生講個數字。咁有時醫生根據嗰個數字講病情嚴唔嚴重，其實究竟係對於當事人係一個事實，抑或係只係一個意見咧？有時呢方面有時真係會混淆咗。可能係一個統計計出嚟嘅，事實上係呢個數字，其實背後仍然係一個意見嚟嘅啫。有時病人唔明呢個分別，就當咗係事實咧。有時變咗自己嚇自己。咁醫生變咗點樣係唔傷害病人，又提供有關病嘅風險嘅真實資訊。其實永遠預測風險就唔會係真實嘅，因為未來未發生嘅點會係真嘅咧？咁有時醫生就講：喂，真係計到呢個數字喎，病人就聽唔到計到呢個數字，佢淨係聽到醫生話真，佢就當咗自己未來真係會咁樣樣。咁所以呢個醫患溝通咧，醫生有責任要講壞方向，就冇責任講轉好嗰個方向。病人如果唔察覺呢個知己知彼呢個背景咧，有時就令到自己潛移默化諗壞方向都唔知。咁呢啲逐漸發展到咧，用過多物質去醫病咧，就變咗嗰個過度治療。咁呢個現象其實喺全世界都已經知道係一個科學事實嚟嘅。不過暫時咧，呢個科學事實咧就未轉為一個政府政策嗰個執行。咁變咗大部分人咧，仍然係當身體有變化就心虛，就變咗要用過度嘅物質介入。咁過度物質介入咧，有時變咗就當然可以促進社會物質經濟繁榮，未來嗰個物質醫學進步。不過眼前呢個病人咧，可能就會令到佢繼續擔心。其實有時醫生講啲口頭禪就係：嗱，如果你應該咁。如果你仲係擔心咧，你不如照下鏡啦咁樣樣。嗱，即是話咧，其實呢句講説話咧，醫生其實係用一啲物質嘅方法，令到病人希望佢減少擔心嘅。咁問題照下，可能100個有1個有啲懷疑咧，就一路會逐漸邁向過度治療。咁最主要就係病人咧，佢自己心虛，就冇學認知醫學、學腦製藥咧，變咗長期依賴，習慣無力感咧，有時就會令到太多嗰個專門物質介入。咁所以根本解決呢啲過度醫療啊、物極必反嗰啲醫學方法，其實係認知醫學，訓練病人認知一啲新嘅知識，形成一個新嘅認知習慣咧，替代舊嗰個認知習慣咧，個身體就唔會暗中自我破壞，自己都唔知道。咁究竟歷史係咪一路提醒我歷史重演呢？以前就眼不見微生物就令到身體病，
而家會唔會眼不見嘅微情緒壓力咧？醫生通過講嘢嗰個説話咧，同病人溝通咧，就令到病人咧，有時醫生有某個信念，譬如我相信膽固醇高要食藥食到呢個度數先至好嘅咁樣樣。醫生有時就會用自己個信念，用一啲溝通嘅方法咧，驅動病人跟隨醫生自己嘅信念神主牌。而呢個度數呢個神主牌咧，其實係人類醫學，其實就唔等於一個個人醫學嚟嘅，因為其實個個人背景都唔同嘅。咁所以有時咧，人同人之間咧，一言一語之間傳遞緊無意識嘅微情緒壓力，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其實就傳遞緊一個信念。咁變咗下一個醫學革命咧，改良咧，應該就係話行為可能用物質，不過要認知上進心，學説話一個新嘅提升諗嘢方式。以前咧，醫生要學會消毒雙手，唔帶細菌。今日咧，其實應該要學會消毒嗰個溝通，唔係話淨係減少嗰個潛意識負面信息，係要練習點樣全面正向溝通，唔係話淨係關心愛護支持病人心理，用物質去令到佢安樂，而係要訓練佢一個新嘅認知習慣，培養認知健康，又唔係認知疾病。因為個神經信號可以制約嗰啲知識咧，如果病人一日都唔知道呢個科學事實咧，佢一日都係仍然靠外來嘅人俾眼見藥物或者眼見嗰啲信物去幫佢。有時眼見信物都覺得唔夠信心咧，就要做一個手術儀式。嗱，咁變咗個結論就係微生物同微情緒，邊個係身體嘅主人咧？其實就任嗰個消費者，佢根據自己嘅局部認知，佢慣咗睇外邊，又唔睇自己嗰個情緒，有時變咗一觀外咧就盲人選擇、盲人摸象，咁多市面上嘅健康商品就任佢自己揀，佢揀啱某一樣，佢仍然係個心情俾眼見物質控制咗。咁呢個有少少其實就即係喺現代社會醫學上咧，就買家自己負責嘅。佢可能揀咩科醫生咧，就決定佢得到咩病。譬如有時胸口痛，佢認為係情緒壓力，就揾心理學家，佢又唔揾醫生。可能心理學家就幫佢輔導，幫佢情緒。胸口痛，佢識個腸胃科，就睇腸胃科。腸胃科啊，首先可能要做胃鏡，排除佢有冇個胃嗰啲幽門螺旋菌。咁可能佢就得到一個標籤叫做幽門螺旋菌引致嗰個唔舒服，或者佢驚心臟啊，睇心臟科，咁啊更加易得到心臟病呢個標籤。咁變咗有時分類個病名咧，有少少就係任由個消費者自己選擇嘅，因為現代人咧就中意一有唔舒服就首先分類去諗，佢就逐漸冇咁傾向就係揾全科嘅醫生去全面理解。咁整下咧就自己困咗喺一個局部思維嘅方式，為製造自己心目中嘅病咧，就去做好多檢查。咁呢個就係現代社會嗰個科學事實。咁其實咧就每個人都想改變世界，就好少人想改變自己。呢個係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講嘅。醫生咧就想幫病人。醫生咧就本身好多專業盲點，尤其是專科醫生，有更加多專業神主牌嘅盲點咧。有時就係變咗用自己嘅框架內知識咧，幫病人。咁現代病人咧，其實咧應該就首先學習下改變自己，就唔能夠再為專業盲點買單。有時身體有問題咧，就唔好貪快咧，就自我診斷咩懷疑咩病去揾某一科專科咧，變咗自己嗰個認知狹窄咧，就會開始諗埋一邊。
越心急嘅人咧，越係諗埋一邊先至安樂嘅。咁變咗應該就係學下心理物質融合醫學，喺嗰個睇醫生嗰個行為咧，就要開始唔好迷信局部醫學，應該首先全面宏觀心理物質融合醫學去考慮嘅。心理物質融合醫學嘅意思就係行為咧，就正如西醫一樣可以用物質，不過就要加埋嗰個認知上進心，學習一啲新嘅語言方式，譬如係一個人坐低，醫生我感冒啊，我喉嚨痛啊，流鼻水啊，咳啊，佢一坐低已經當咗自己感冒，就自然開藥食啦。咁其實咧，佢可以升級一個諗法，就算食感冒藥咧，醫生同佢講，其實你係呼吸病。咁佢呢3個字咧，佢就提醒自己經常慢心呼吸，產生更多氧氣，令到細胞個自愈能力提升。因為大部分現代人咧，佢好多時就係一個微情緒，長期淺層壓力呼吸自己唔知嘅，咁整下咧就全身細胞氧氣低就易啲病嘅。咁所以大致上現代人嘅都市病咧，一個物質以上嗰個行為原因咧，就係長期壓力淺層呼吸引致全身細胞缺氧，引致全身細胞都病變。當佢習慣咗同自己講嘅呼吸病咧，咁可以即刻記得做翻慢心呼吸，就會幫到自己細胞缺氧改善咧，就會自己醫自己。咁變咗咧，有機會睇醫生嗰個次數都少咗。問題睇醫生次數少咗唔一定好過，因為咧，如果個認知冇升級咧，又會變得太遲睇醫生嘅。所以就係變咗咧，每次睇醫生咧，就算用物質就學曉一個升級諗嘢方式咧，就一路培養自己越來越健康嘅。所以現代患者咧，就要開始為自己醒覺啦，就唔可以將個身體全盤嗰個責任外判俾任何嘅一個醫學，因為所有醫學咧，搬外面幫人嘅醫學咧，大致上就唔係咁注重訓練佢自己腦袋製藥幫自己嘅。呢個就要病人自己醒覺咧，先可以有一個好嘅結果。嗱，咁變咗一個物質醫學同心理物質融合醫學嘅對比啦。究竟健康喺個手裏邊嗰粒藥丸咧，抑或健康喺個口同埋自己嘅話語權咧，就要學習下咯。咁即係話自己個身體內亂有病咧，除咗外面管治用藥物之外咧，最好病人咧學下內部興起，教導病人點樣做呼吸，點樣反思，説好自己生命健康故事，產生腦神經信號製藥效果，就要知道學下社會嘅資訊咧，邊啲係信號，邊啲係噪音，就要識分呢樣嗰個認知啦。變咗由亂治變咗興起，主要就係嗰個文字。文字其實載住道理咧，其實就係生命道路真理嚟嘅。語言文化咧，一個 culture 咧，其實就演化咗以訛傳訛，可以製造病嘅信心，亦都可以製造健康信心，就會製造相應嗰啲荷爾蒙變化。嗱，咁希望今日各位都學咗一啲知識，幫助自己。不過咧，最緊要就係唔好話閂埋門一路自己做。有身體問題，最好都係要睇醫生指導之下做嘅，否則就變咗由過度診治變咗太遲診治，都唔係一個好嘅事情嚟嘅。嗱，咁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啦，咁睇下各位。